这个歌就是苹果花，这个歌应该讲是轰动全世界歌曲，也是日本、希腊里美空混熟的歌。这个歌在咱台湾扬言改国语歌曲，叫做《苹果花》。和杨燕唱这个歌，赚一笔财产。想到希腊里，日本有足多的影星，在咱台湾非常的受欢迎。日本有三大不得了超级的巨星，一个就是三圳敏郎，一个就是希腊里美空混熟。一个就是石原鲁处郎，做一个歌星，有才能唱这个歌，唱到全日本大轰动。伊人虽然是过身，全日本的人给伊一个外号，就是日本的国宝，真正无简单。咱台湾的影星。歌星食老都煞了，哪有可能人合做啥物宝，啥物合做国宝？所以在外国的歌星真正不得了。所以咱台湾的歌星，家己一定要自爱，爱珍惜。咱较早细汉的时阵，伫咧看日本电影。就看到三圳敏郎，伊的肩膀啦，也是西装的男对男。迄个时阵，下面演对啊，就是第一部了。尤其是石原鲁处郎，伊所演的电影，在咱台湾确实轰动。石原鲁处郎，互咱台湾人留下最深的印象。就是伊的头，石原头。咱台湾人会晓留石原头，就是石原鲁处郎传来咱台湾。我相信，我将这件代志讲予咱好朋友听，你一定会讲绝对无毋对。希腊利亚过身呢，石原鲁处郎，伊嘛是去世。较早30-40年前，石原鲁处郎来咱台湾的电影确实轰动。迄个时阵我无几岁，我若对阮老爸去看石原鲁处郎的电影，伊头一部的电影来咱台湾最受欢迎、最轰动，就是《风速40里》。伊过身的时阵。就是伊踏入歌坛，唱这个歌，轰动全日本的歌曲。这个是日本歌，毋过咱台湾有该改为台湾歌。这个歌，石原鲁处郎过身要出山迄一天，也是用这个歌做成世界名曲，就石原鲁处郎送上山头，叫做《旋风日》。我唱互咱听看卖。飘飘，男子态度，人人敢予伊。度量就是伊的本钱，歌声中情义，时常提汤来倒去。伊就是不惊生死，有
人称呼伊时代的旋风儿。香味，玉兰的玫瑰，人人爱惜伊。男性就是爱靠意志，勇敢兼理智，一旦忍住真趣味。你怜悯，像着我死，有人称呼伊时代的旋风儿。我啊愿，无我恁英俊，人人钦无伊，乖撇就是为人妒气，毋惊地也甜，风声响。家市，出名伊，为人为义，有人称呼伊时代的旋风儿。